看到有阳光？没有，因为是没有窗户的。你是睡阳台，没有窗户根本没有阳光，没有窗户，哦，根本没有阳光。希望老师你有空灵。然后呢，明年有个好消息是走贵人桃花哦，桃花贵人桃花，贵人就是他的桃花。对，还有呢，桃花也可能是他的贵人。古曼童这个东西，观众朋友，如果你真的要供养，一定要问一下这个东西是怎么来的。我有遇过哈，他那个就是请回去以后开始头会痛，那原因是什么？他把车祸现场的东西收进去。哇，哎呦，我是比较希望说，走到2023年之后，你对自己呢要更有信心，还有你要懂得。好，真的。朋友做什么刚看你那个鬼言冲国的表情，那种感觉，我以为唐川在世。有些球的表情十足。对啊。台港2023年新年快樂！上禮拜又有請到眾多來賓同兩位先生來分享開運嘅方法。下禮拜嘅節目咪會繼續延續上禮拜，我哋教大家用辦法快運走，好運來哦！一下就強下來輕鬆，見本日精彩嘅節目吧！出发，哎呦喂呀呦，三伏做点都别三餐莫真伤。爱你爱到不梦莫停，哎呦喂呀呦，汽车大路横险险出差风。是没给是没给，你就是爱给全部。爱你一生爱。哎呀，可以现在有娃娃音少女，对啊，确诊过后声音很快，哎呦，一公发就冇空用嘞，哎呀，一公发都破功了，就破功了嘞。没有啦，就是也是可以呀。对啊，今天穿这样也是不错啦。蛮恶心的。哎，我最近在遛一条狗的哦，结果我冲狗以后，就遛好以后啊，我朋友问我讲两码啥冲啊，讲哎啊，他说你怎么这么少女？你也可以这么少女音啊？是不是？当然可以咯，很猛哈。是啊。哎，我发现一件事情哎，你老师跟 Q 音上瘾嘞。对啊，可是只是那个年差很多。这就算了，我们要讨论这个，只是突然发现啊。对啊，你今天想要求什么？Q 妈运孔天哦。其实我没有大衰，但是有很多小衰。就是像我今年除夕准备年夜饭的时候，在切那个猪肋排，然后呢，我爸爸突然要跟我讲话，手就突然伸进来，然后我就吓到，然后所以我正要切下去的时候，爸爸来了，我就一弯，哎呦，从自己的手切下去，哎呦，然后就除夕那一天整个大喷血，然后之后就见红了，对，然后演出之后就开始就是有一些小伤，或者是平常可能只是抓鱼，然后就刺到，然后就爆血什么，就是有一些。你为什么会空手去抓鱼？因为我要那个刮鳞片。对对对，然后就不知道为什么平常抓都没事，然后今年就是会有一些这样小小的，然后我最衰的是我去补牙齿，然后就是我的2个门牙后面，然后医生就说哦有一点点小蛀牙，可能要帮你就是补一下，我就说哦好啊好啊，就补完之后我发现他不知道怎么补的，我现在没办法清牙缝。因为
后我回帮你家合起来是不是？对，我不知道他怎么缝，他怎么补的。我把牙线哦，然后这样用在门牙之后卡住，拔不下来哎。哇哦，我就是进去的时候也很困难，然后但我就进去之后，哎，完全拔不下来。我后来是拿剪刀，然后这样把它那很好啊，你就没有牙缝，不用清牙缝啊。不是，可是它还是有一点点缝，就是对，就是又不完全封起来，留一些些两。对，然后。最衰的是前几天我也是觉得这是一个很奇怪的事情。我去 Seven， 然后微波那个微波食品，然后他不是会给我们一个那个蓝色的袋子吗？我拿着回家觉得手很痛，哎，我被那个雾气烫伤，就这样而已，就这样哎。你皮这么嫩，你被烫伤还回到家才发现怎么回事？我只是在拿的时候，你是要看神经方面的问题。我拿的时候我有觉得热热的，可是我没有想到说这么热。那我回家又看到红红，然后有点快起水泡。没有神经，还继续问题，还继续烫。哎，你的问题啊，没有知觉，人的问题。他眼有问题。对啊，天眼头脑有问题，你如果被空天的问题，被那个脚踏车压到脚也没感觉。阿妈没感觉，吃一吃就阿妈，你为什么有感觉了？就是都是这种小事情。奇怪，有没有一些人这样有一点烦哎？对啊，舒涵老师，对，他这样是怎样的状况？对啊，这个是太水了。老师在笑，没有，我只是想说，从去年到今年，你还是一样好活泼哦，真好。情商一的很快。对，他很多很奇葩的事情，因为他很多很奇葩的事。好，那么先说，因为你在流年的疾厄宫刚好真的擎羊跟红鸾进来，擎羊代表大刀，红鸾在疾厄宫里代表血光，所以我告诉你，那个都只是小伤哦。真的，你要感谢老天爷有保佑你了，对，谢天谢地，真的，你这都只是算小伤哈。那么呢，在2023年的话，第一个健康部分我要特别注意，一定要提醒你，第一个你一定要多喝水，千万不能憋尿，对，一定要就是有憋尿吗？没有啊，可是演出的时候会很演出的时间，对，就是你要在那个在2023年的时候跟水相关的，譬如说血液、尿液这些方面都要特别的注意哦，哈，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的话，要给你的提醒是说啊，如果可以的话，因为你的能量运势不是那么的高，所以可以的话，就是睡觉的地方，尽量是可以看得到阳光的。如果没有办法常看到阳光，至少你的棉被、枕头要常常拿去晒太阳。你是不是睡的地方不太看到有阳光？没有。因为是没有窗户的，你是睡阳台，没有窗户，根本没有阳光，没有窗户，根本没有阳光。苏老师没有通灵哦，很厉害呢。所以至少棉被枕头拿去常常去晒太阳哈。那再来呢，还有给你一个建议，就是睡觉的时候，苏恒老师都在旁边看着你，这么荣幸啊，这么荣幸，好久没有人看我睡觉，是这样，没有窗户，对，没有窗户，没窗门哦。然后再来的话，就是明年有个好消息是走贵人桃花哦，桃花贵人桃花就是他的桃花，对，还有呢，桃花也可能是他的贵人，对，所以呢，在明年我会比较希望说，你可以不要错过任何一个机会，但是也不要过分的热情，有的时候适度就好。为什么后面笑成这样？老师的建议很形象，很热情，这个注重他们笑点啊，他太热情，没有老师真的很了解他，知道，因为我老师没有，我遇到喜欢的人不会这样，好不好？是误会的，你都不喜欢我们是不是？不是嘛？难得遇到喜欢的人，对不对？你也很久没人使用了。你怎么知道有多久？对啊，看得出来。对，大家要掌握2023年这个贵人桃花运哦，好不好？加油！加油！加油！不行这样，按永中我们的，嘿，好开心。听众时就皮容一下。这个是桃花运很好的，谢老师搞不好有不同的看法，不一定。谢老师，谢老师，谢老师，两位老师要综合参考。你其实基本上来说，我们这样讲就是说，去年度里头你是走这个叫五鬼运，五鬼啊，哦哟，对啊。所以你五鬼搬运这样的搬财很懂我们。可是有时候就会莫名其妙啊，所以就像你刚才讲，你讲的那些情况，我觉得在正常人身上都不太容易发现。哎，可是老师，我从小就这样，轻抖两种事情。那不过呢，基本上是这样哈。属马的朋友哈，在去年度里头，观众朋友稍微注意一下，如果你的生肖是，比如说你是67年次的话，在去年度里头是最旺的。哦。但是呢，79年次在去年度里头是运势比较弱一点点，最弱的那一位。你有在这里头吗？我是79哦，我是79。那你就刚好是在所有属马里头，在去年度里头，整体运势就是真的是比较衰。那我觉得我很棒哎。
对啊，其实因为我没有觉得我不好啊。对，所以基本上来说，我是必须这样讲，因为你在去年度里头，它是出现2个东西哦，一个叫做3合。马的生肖跟这个老虎生肖是3合，主贵人带财运，它是加分的。但是因为它另外一个部分叫做五鬼，所以它是好坏参半。所以在整体来说的话，它其实我觉得问题不大。只要你其实不要太急躁。然后做事情，放慢一点点，就是有时候，因为其实对放慢一点，一步一脚印，自然就会有好的成绩。这一点可以稍微调整一下，会更好。好，第二个部分来说的话呢，其实，在新年度里头，你可以稍微注意一下，如果观众朋友刚好你在去年度里头也会觉得自己好像有一些东西就是莫名其妙发生一些状况，的话，不妨在新年度里头，在居家环境的西北，这个方位。摆放一只铜做的麒麟。麒麟，你其实一般这个夜市有一些卖这个一些类似那种古董或什么东西，那其实那个很便宜啦。你买回来之后你可以拿到寺庙里头去过香火，但是你不要记得麒麟的头不要对着神像麒麟头是面朝自己，或者是头摆侧面，顺时钟绕3圈。拿回来之后，你放在居家环境的西北方。那以前这个叫五鬼方，五鬼方一般来说的话，有时候当然刚才提到了哈，前面发生一些奇怪的状况，然后甚至有时候莫名其妙的，有些人会发生一些车祸啦，或受伤啊，或什么。如果你可以放在这个方位对着放这个方位出去的话，就我放的时候不是朝屋子里头，我放的时候那个麒麟头要朝着户外的方向，你的运势自然就有机会逆转，变得更好。所以这一点不妨好好的，就是回去之后稍微做一下调整一下你的整体运势尤其刚才我们苏老师有提到说，桃花方面各方面会变更好的话，你放上去之后，说不定会有这个对方条件跟我的非常不错的一个人跟我们有机会出现。可是老师，因为我是租房子。那也可以摆，没关系。可是我只租那一间房间哦。没关系，房间你就算一下，看你的东南西北。他是要从给建房呀，讲贵建户嘅费用。因为我们你租的，我们就是租套房式的，你没有办法，我要求就是说我整个房间我要放在那个方位，那人家房间不可能给你放，所以你只要依照你自己房间里头去做规划，看起来建房就做得了，就会改善。谢谢，有记得吗？铜做的麒麟要去过香炉，头要朝自己或侧身。你好厉害，都记起来。小学霸，回去试看看嘛。吃宽啊，黑毛，还有切忌急躁。急躁，还有不要过度热情，不要过度热情。提醒你如果说你在农历的5月之后，如果在上半年度里头你有遇到好对象的话，在农历的5月份端午节的那一天那个5月5号端午节那天，请你去找人家那个桃树中午12点的时候把它剪一枝下来。我现在就先去找哪里有桃树。对，剪一枝下来，你要每天去帮它浇水哦。然后你取一节桃，就只要大概这个手肘一样长的前面绑6节，会用红绳子绑6个死节，后面绑6个红绳子绑6个死节。你新的一年度里头，你在这一整年的这个桃花运里头都会变旺，而且对方比较不容易脚踏2条船。要孝顺。我觉得老师还强调绑死结，我听到好的。可是那一般人也可以这样做吗？一般人也可以这样做。他去都的呀，我们都要去找桃树，是不是？有男朋友另一半的也可以吗？头发很引眼嘛，聪萌。对，桃花是人缘，而且基本上人家讲说，有时候要求桃花嘛。对。所以求桃花，如果你要求他回来，想要插花求桃花的话，也要注意一件事情，比如我没有，我想要找对象，那麻烦你那个插的桃花上面，请你把上面整只的花苞修掉，你只要留1个、2个好的就好。你不要我这样讲真的桃花感情这种东西，那些堵都一扎厚求厚那一堆10几个烂的有什么用？所以要把其他的不好的修掉。修掉，OK， 心有脱离了。加油！我请都头发梳了希望明年结一支绑12个死结。明年怎样？就情窦初开。糖豆牙后熟悉咯，对按着谁？对啊，希望你能够吃到你的喜酒按着谁 ？OK， 这么快，走慢一点。
桃花绑住就要赶快。真的。我本给走退来用。好了，哎，配先冲的了，配先冲的嘞，还有一位陈婷婷，待会后堂的歌曲哦。来，弹完了。2022啊，我就是很积极，想要拓展我的桃花，就会上交友软体啊，找朋友这样子。结果好像都是烂桃花，真的，就是口臭啊，讲话喷口水啊，这个还是小事。嘿，最夸张的有一个。这个东西，观众朋友，如果你真的有要供养，一定要问一下这个东西是怎么来的。我有遇过哈，他那个就是请回去以后开始头会痛，那原因是什么？他把车祸现场的灵收进去。哇！糖都俩版本的韩国嘞，后堂。哎，你唱到用某公用的方式，比较顺的，用跟密西，对，好有味道。想说用轻松的心情迎接新年。哦，对，对啊，哦，心情好就是万事顺。是。那今天想要求什么运？哎呀，因为我年纪也不小了，然后希望可以求个桃花。
但是在2022啊，我就是很积极想要拓展我的桃花，就会上交友软体啊，找朋友这样子。结果好像都是烂桃花。真的？对啊，他不是会有条件筛选吗？没有谢元锦老师讲的，刚刚把旁边的修掉，你没有修掉，是不是？你可能桃花流太多朵。就是都会遇到一些怪怪的人，不然就是那个照片见到本人的时候落差很大，口臭啊，讲话喷口水啊，本来说请我去吃饭啊，然后带我到很高级的餐厅，结果要结账的时候，人突然间什么什么没带，然后变成是我请。这个还是小事，最夸张的有一个是他说他大我8岁，然后我想说，我们是3合，我好开心哦。然后结果这边8岁为什么是3合？刚好他属虎，我属狗。对。然后我们就视讯了3个月，因为他人在北爱尔兰，对，然后就相谈甚欢，然后结果他就买了机票请我过去跟他就是相处看看。我真的去北爱尔兰，然后结果去到那边的时候，就看到他的脖子下面的皮怎么皱皱的，我就好像觉得这个好像不是大我8岁会有的东西。我说你到底几岁？结果他才承认他大我18岁，还跟我相冲。我真的那时候真的是你已经到北爱尔兰了然后发现2件事情。我可以作证这件事，因为我在脸书看他 po， 然后我还说恭喜。恭喜！什么时候 po 的？他就好像他们有视讯什么，我还想说哇好棒哦，恭喜婷婷。然后底下后来终于找到如意郎君。哈拜糟糕赌斗给你6件事，他说不要再说了，不要再说了。你就动作一撩就好了呀，你就当做你去北爱尔兰玩一下，又有人出机票钱。可是其实疫情也不太可以到处跑，对。你还自己这样送过去，这样给他没有，我的心态是这样，我也不年轻了，只要我有机会，我就是尽力吃宽啊，然后剩下的不强求，自己有尽力就好了，我不会说遗憾。刚刚谢老师讲的那个桃花那个，你就可以做着吃宽啊，你跟佩萱大家一起组团去找桃花树那边，到桃花源去。你自己有没有平常开运的一些？最近有一个很好的东西，麻烦你。我的手机。数题这个我的学生他最近在学那个奇门遁甲，然后他就说老师这个让你很有桃花很有魅力，然后他就说以9天玄女的名义去画符降落，OK， 他说你就戴在身上，我说戴在哪里？我说手机壳可以吗？他说也可以，可以手机壳，然后怎样弄？但是它是3个符，然后它有限期2个月的对，哇哦。你就随身带在身上，对，过后就要2个月后就要化掉了这样子。然后结果最近，还真的认识有2个条件很不错的对象，正在了解当中，而且不是1个，还有2个，还可以选这样子。会不会又骗你年龄？应该不会。有见过面了吗？见过面了，见过了。2个都见过了。见过。哇，哎呦不错啊，有生意哦。对啊，看。你最近真的是心花怒放啊！有一点，也不错。就是可能他经过一个关卡以后，可能晕丝喊他后，对，求眼因为身体给管黑嘛。所以你事业不想求了，现在只想求桃花。要求啊，要桃花在前面呢。你不知道，有恋情才写得出情歌吗？不然很干枯呢。有时候干枯，有时候没有恋情也写得出来啊。他是写比较那种伤感的，对啊，就是怨天尤人的歌也是有啊。有没有一种感觉？要转换了，因为那个孤单太久了。是，我来问一下苏恒老师。老师好。要怎么来改他的？我觉得去年听跟今年听婷婷唱歌还是这么好听，真的很强。对，那在去年的感情运上的确是因为忌星做夫妻宫是很顺利的啦哈。但是呢，在2023年啊，真的你的桃花运要来了，而且你的桃花是比较是经由别人介绍，或者是经由工作上面的连结上面可以认识一个条件比较好的，是吗？应该不是网交，网交的不太好的，网交都不那么建议，的确是人家介绍的，对，是人家介绍的。那这个的话，希望你要好好把握。那在把握的当下，因为是要依照你自己的这个命盘，那依照你自己命盘的话，我会建议你在你家的东南方点那个灯，譬如说盐灯，它是粉红色的，或者是它放粉红色的水晶，或者是你也可以放那种双对的，譬如说1对鸳鸯的画，或者是1对蝴蝶的画，这个对你的桃花都有很好的进展哦，加油！东南方，我好像就已经点了已经点了，因为上次他刚好在厕所。
啊，这怎么办？我们要请谢元锦老师告诉我怎么办？有解吗？如果真的在厕所的话，请你在那个厕所马桶上面放一盆土中的黄金莲，刚才讲，加个投射灯去照它，叫破解。那你想，桃花在厕所，你怎么会有好桃花？一定都是烂桃花。哦，臭桃花。对。哎呀，塞桃花。变塞温呢？哎呀，塞温。还是会特别大朵的桃花，有肥料，会变米马贵啊。你讲哈，跳那么安柔命乃莫安好。哎呦，经常在冲狗哎！哇，这个冲个一拜了哈。俺讲哈，你讲一命二运三风水。对。该感情也好，哈，头发也好啊，所以特别注意。比如讲有的时节该听讲风水要做调整，有的时节你拔丝头发后毛。还有一张好像你后海苗哈，后海苗鞋哈，观众朋友要注意哈，就是观众朋友，如果你自己的名字，你自己去算算看哦，从你的乡拍第一张诗出来笔画数哈，第一张诗啊跟最后那个字加起来笔画数，还有第3个字加一画的笔画数，最后就是1、2、3个字加起来笔画数，好，你看那哈有没有？不论男生女生都一样，你记下来，这个是不论男生女生有没有9、10、19、20。如果有这个笔画数，它叫孤独。哦哟，好，9、19、20。好，你聊到哈，你我有没有？这个加在有19，有19。我的天哪！好，再来哈，针对女生的话哈，什么也好，尽量唔好有21、23、33、39。23、33、39，按照首领寡妇。所以嘛哈，你是事业哈，作为董后能力很好，可是你要遇到能力比你强的男生很难。那你要去照顾人家，不是人家照顾你。所以真的呢。所以你就会发现，我这样的为什么我会呢？因为我常常讲说。感情有时候是这样哈，很像齿轮，你知道吗？齿轮大小不符合，它不是这种条件，你没办法转动的。所以也就是说，我常常在讲说，有时候就是这样，比如说女生在选条件的时候男生如果你喜欢那种，然后女生如果喜欢那种文质彬彬的男生，今天一个肌肉男，不管他对你再好，你都没有感觉。真的我喜欢肌肉男。我喜欢肌肉男。你如果喜欢肌肉男的你喜欢肌肉男的男生，今天来一个文质彬彬的对你怎样，你就没有感觉。叫你演两有改过几拜，知吗？你有改过名吗？其实我曾经在非常低潮，就是男朋友劈腿，低潮的时候，有找过非常著名的老师改过名字，而且他是改过可能蔡依林、萧亚轩那种的。他在我的中间的那个宫廷的廷上面加了个雨，雷霆的霆。然后那时他跟我讲说。他说你要什么？我说我希望我可以飞来飞去，在整个亚洲有演出的机会，然后有时候回去看看家人，有时候在台湾，然后大陆那边有机会。结果一改了之后，其实中国好声音就找我去，对。然后后来没有选上，就去到那一关，然后后来没有选上。为什么不再沿用呢？后来，我同时不管是去求签还是看那个塔罗牌算命的都很准，可是我发现到一个现象，就是我开始依赖，我开始要去算每一件事情，然后自己开始没有主见。我觉得一个人对于自己的人生没有办法做决定是很糟糕的。然后但是也没有办法，很多事情因为你也算不清常扣佣啦，你可能会越来越依赖，会想要去掌握，然后会想要依赖别人。它已经不是一个参考的性质。我觉得这样子作为一个人类，而且我们佛教徒在修行的，就会觉得说这样好像歪掉了。然后我就觉得说我回归到原点，然后好好的自己学习，所以我就把它拿掉了。就不给不了给免。其实我觉得你的想法很好，因为我观点也是这样子。大家会想说安平尼老师什么会不会尤其我本身，如果你有说你在写这个农民历的时候，你会不会每天在那边翻今天什么方向、什么时间往哪边？我是从来不做这件事情的，因为为什么首先你要先定大方向，大方向定了之后，其他后续就是要怎么样只要你的方向正确
才会有好的一个成绩。那当然，基本上这个上面来说，他特别提这个，你要看那个23特别写女生打叉叉吗？有没有一个女生，然后一个女这个叉叉？通常是这样哈，你也是应该懂后你会有很好的方向。可是缺点当然就是感情上面的，所以其实你可以想办法，所以说稍微再做一个调整。你35画总比画35非常好，你是一个贤妻良母型的女生。哎呦，我也这样觉得。亲不照顾你的你，只是说你唯一可惜就是没有遇到的对象。你这个中间如果稍微调整以后的话，其实你就会有好的对象。但是呢，观众朋友要记得，如果你想要有好对象的话，一定要稍微记得哈，我们在新的一年度里头要记下来。如果你希望你的我先从人际关系、人缘、桃花来做调整。人缘桃花里头呢，就是在西南方在居家环境的西南方，这里头它会出现桃花，但是这个桃花叫人缘桃花。就是我先在我的身边周遭在这些人事物方面来说，有个很好的一个让人家有很好的感觉。那有时候这样讲，这些人也许就会是不是有机会就介绍给你？那么这个时候呢，人家先筛选过之后，我就才不会遇到一些你刚才讲那些很奇怪的人。好第二个部分呢，必须同时在北方正北这个方位里头来做这个所谓的桃花的布置。但是观众朋友一定要记得正北这个方位，如果你太年轻的朋友观众朋友，如果你真的很年轻，不好意思，你才18、19岁，这个位置你就不要布置了。为什么这么改？你这边看后面这边有写，怕太早做妈妈爸爸这样子。病催桃花，年轻就有怀孕了。双喜临门，但是太年轻，我是不是那么当然，如果像有些朋友他到一定适婚年龄的话，我觉得这个倒是一个不错可以布置的气候跟方式所以刚才讲的那个，如果你要真的想要插这个所谓的桃花，想要养桃花的话，你就可以布置在居家环境的正北这个方位。那如果你有布置的话，相信在新的年度里头，整体的这个所谓桃花感情运势方面会有加分。但是如果有机会的话，你可以稍微调整，调整一下，让自己虽然我有这么好的一个条件，那我有很好的心态，但是如果能够遇到更好的人，是不是会更加完美？是，喊他嘎魂。好，了解。这个桃花要买对哦，你不要买成菊花哦。对，因为那个小钟有一次就是想要吹桃花，就他去买桃花买不到，买菊花。那一年他好多同志朋友来追他。应该是因为菊花比较便宜。不知道。很多同志朋友追他。对，他有被帮弯的。所以小心啊。好，谢谢，加油！加油！希望明年好姻缘。OK， 好来杀了，李文云带来好听的歌曲哦。打完了。我的
文馨好，你好啊，有开餐厅嘛，对不对？哎，对，今年一定要求安的事业运哦，要求事业运，对，事业财运这样多求这样。今年有还好吗？今年就是财运比较不太，因为可能也是因为疫情的关系。疫情对，然后原本我是有在做外送的，可是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现在越来越多餐厅都在做外送，所以是营业额部分有在吃掉。哦，连那个大品牌的那个对餐厅什么，连那个饭店他们都对，他们现在全部都上平台了。对，没错。所以我其实有一点吃掉这样子，但是其实也还好啦，因为我本身有在供一些，就是刚刚有说的泰国佛牌那些，你有一些招运小物就对了。对，我有带来，我有带来，神通俩这个嘛。对。哦 ，OK。我只拿一点点出来，就是比较我讲得出名字的，其他我其实有一点忘记了。对，那这感觉很泰国，这都是摆在店里的哈。原本我是摆在店里，可是因为店里太多油烟，后来我就把它请，就是往回家请了这样子。对，然后但供奉的方式还是一样。供奉了多久了这些？至少有快2年了。哦，这些已经超过2年了啊！这个是我开店的时候我才把它请回来。去泰国请吗？不是那个，我有在泰国的，就是台北有一个泰国的佛堂。哦，对，然后我跟他们请供，然后他们就请从泰国这样带回来，请过来这样子。对，然后这位就是玉佛，玉佛在泰国算是贵族在供的一个佛，算是10大名佛之一。是，对啊。旁边还有一个小尊，它是水财佛，水财佛，对，他是专门对，他是专门在招财，就是桌上这些全部都会开光点眼的吗？对，就是泰国不叫开光，泰国叫做加持哦。对，庙里有加持。为什么有一个阴灵？这个是不是阴灵？它是古曼。古曼有分正的跟阴的。哦。然后正的，我这是正的。我不供阴的东西，阴的就会下蛊那一种。阴的就是阴的，其实就是可能就是真人的灵，然后去入在里面。但是我这个就是它只入法，它只入它的功能，但是没有任何灵在里面。OK， 对。哦，全部会泰国的哦。对，全部都是泰国的。哎呦，这2年来有保护着你吗？你知道有，他们其实帮助还蛮大的，至少生活持平。但是我个人觉得，就是财运好不好的部分跟个人的流年有关系。那我觉得我的流年今年还是去年，就是从开店到现在没有很好。那他们就是可以帮我就是维持到最烂的以上最好的水平，可以让我过比较正常的生活，还可以撑下去。对。问一下老师，老师都有他的命盘，那到底是不是流年呢，还是什么问题来的？来，往那边走。好，在这边呢可以看到啊，这个我们文馨啊，他的你应该要很感谢今年你所有的贵人，因为你是关关难过，但关关过，就是有觉得那种头过身就过的感觉。对。那财运方面呢，我不会说非常好，真的是打平你就觉得偷笑了，然后甚至房租啊什么的这些你可以付出来就觉得很好了。对，那但是呢，在明年的话，我会给你一个建议，在明年的话，可能你要比较注意是奥 K， 所以这奥 K 不是说什么不付钱，而是那种他就希望要占你一点便宜，希望你送点小菜，希望你可以对，譬如说汤大碗一点啊那一种，你会比较容易遇到这种对形式上的 OK， 生意比较好，对生意比较好，就是众生比较多了。那来的人多，你也知道人多嘴杂，每一个人想的不太一样，所以你可能要在店里面预备一些这种小菜，就是他很啰嗦的时候，你就这小菜送给你啊，谢谢你啊之类的，就是要他的嘴巴，这也是一种行销手法。对，没错，就是说你可能要先预备这件事。那个切下来的那一些菜尾，对，把它摆盘一下，对，面包粉把它炸一碗一碗的，对，有道理，对，就是做到，就是你就觉得是这件事情你是要先在心里面放着预备的。那在形式上有预备的话，那你遇到的时候就不会惊慌。那因为你已经有共请泰国的这些就是神明，那如果说如果你本身比较相信貔貅会招财的力量的话，那就你自己的个人紫微斗数命盘，我会比较建议说你在你的这个店里面的东北方放一对貔貅，那这一对
对貔貅一样，也是希望可以到庙里面至少绕过香炉，或者是有请师傅有帮你加持过的。那放在你的东北方，相信你的财运会更好。谢谢老师。谢老师有什么建议给文心吗？那文心基本上是这样子啊，因为我们八字里头哈，我们是依照观众朋友也是一样啊，你春夏秋冬麦喜节赏哎。还有你出生是金木水火土的什么属性？这个部分呢，跟我一生中适合的，比如说区域、楼层、方位、坐向、颜色各方面都会有，包括职业工作类别。其实你选的那个，你刚才讲那个炸猪排店啊。那个工作是非常合你的，不管也许你就算没有赚到钱，你心里也会非常愉快。可是呢，有个很重要就是我们适合的颜色方面，你可以稍微做调整，因为你出生在冬天，你出生那天是属水。冬月之水基本上来说最怕水多，你知道一般来说的时候哈，我们这个就像冬天那个冰层越厚，水底下的活力就越少。所以这个时候要出个太阳。你那个水下面，哇，这个活力就出现了，水也开始流动了。你不要像这个所谓的结冰的水没办法流动的话，第一个穿着颜色要稍微做一些调整。然后其实你皮肤也很白啊。你如果选择颜色，我刚才讲，我们一般来说，观众朋友，你如果出生在冬天的时候，选择的叫火性的色系，以红色、紫色、咖啡色色系为主。所以我不是说我一定要穿大红啊，那你可以从最浅的粉红、红、大红、暗红、枣红都没关系，只要你喜欢，在那个色系里头都是你的开运颜色。相对的。我刚才讲水就是指黑色、蓝色、灰色，所以蓝色，我常碰到的人，如果他觉得他跟我讲他的运势不是很那个时候，你就会发现我们在观察就会发现他穿的颜色可能都是他不适合的颜色。可是如果你发现他现在的时候他在问的东西，他现在运势很旺的时候，他穿的颜色一定是他适合的颜色。这一点可以稍微注意一下，这个对我们会很有帮助。然后另外一点就是说，有时候有些东西就是这样讲，就因为其实在这一年度里头，你的运势其实还是蛮旺，因为以属蛇的生肖，我只是以属蛇的生肖里头哈，有金木水火土5种，所以12个生肖乘以5种金木水火土，所以有60个甲子在循环。可是呢，属蛇的这5个金木水火土里头，刚好你出生那一年的今年度的蛇，你是最旺的。所以其实你会发现，哎呀，我好像这个正常人家这个应该要亏了，为什么我还能够持平，还能够不亏损？其实这个就是加分。但是还有一点，我可以稍微补充一下。观众朋友，你还刚好，如果不好意思，古曼童这个东西，观众朋友，如果你真的有要供养，一定要像刚才文心一样，你要问一下这个东西是怎么来的。因为其实呢，大概这几年大家也知道，就是大家都熟悉的原来这个东西可以怎么样？你知道需求量增加的时候。很多的这个来源就不清楚，你不知道我们我有遇过他那个就是请回去以后开始头会痛，那原因是什么？他把车祸现场的名收进去，那所以那个主人请回来之后，他就跟他会有相同的不舒服的地方就会出现所以观众朋友，如果你要是请这些东西的时候，一定要仔细问一下，相对会更好。真的我劝告一下，专业被你乱抢，可是我们乱抢，我样样都是。我也是，就是请供的那个人，我是还蛮相信他的。至少他就是请来的之后，那些老师说的那些不好的现象我都没有。对，是，那就恭喜你啦。什么欣赏？那也希望你的这个猪排店明年生意一样蒸蒸日上。其实你的运还算不错啦，继续加油哦。OK， 好，谢谢安德森，谢谢，好。多休息哈，那个等一下记得带回去哈。当然会带回去。好了，杀好了。杀了，70位到了后堂歌曲哦。好酒沉瓮底，好了。安不高铁，小暖饮心田。这叫秘鲁圣物。来，如果说我发现我的气场不太对，然后我就点它，然后熏一下，这味道非常香然后可以镇定我的神经。因为现在不能，它好奇特的味道。对，然后它也可以净化我的。让人有点肚子饿，真的。有些秋有奶油，奶那个金牛角。
到了理想，远远的天来风，爱去送电，赶去夫妇的北方，点点送电，存一天，将一家种下，种到了理想，安远的天来风，爱要发芽，通到嘅样的理想，心也样的。春风夜，暗不高铁，小暖饮心田，行过嘅路唔是滑脱地。日頭西照，雨水晴天，故鄉嘅山高絲絲草，將自家種下，種到了理想，遠遠嘅天來風。愛愛開花，風嘅夾嘅做盤，開做一類無力嘅香，將自家種下，種到了理想，情願嘅天來風，愛來結子，好漢幫這個世界，結做一生人親像嘅宿舍。愛會結子，好漢幫這個世界結做一生人親像嘅書生。謝謝，哎呦，謝謝。老師好認真聽耶，姜就是老的辣，沒有辣，有辣，真的唱得好好聽。好，有辣，有辣，有辣，若隐若现。哎，不要这样，今天是有点透。对啊，你这牌子别错地方了吗？那头都看到了。哲伟哥这样访问好不好？好，可以，给我们观众福利一下。哲伟哥应该都很顺吧？冇，我跟你讲，去年啊，因为嘉欣长第2位，我跟你讲，我是所有7位的总结。哎呦，总结，我一直都就是衰运的总结。全部晕。因为我赴年的时间，我是偏冲，是偏冲。嘉欣长去年就有讲，他说，哎，你今年就是要注意一下，要守成，然后要注意不要就是想多一点，然后话说出来要慢一点，我都一直记得起张贡，我就一直记得这件事情。但是我上半年的那个，但你讲话还是很快啊。对啊，有慢吗？有慢一点点，没有学我嘛。他不是说慢，他的意思说你在说很多事情的时候要想一下，三思而后言。啊，应该算起来讲。2022年的上半年冇嘛个順，真係因為疫情的關係嘛，古時候講動刀的工作一下就沒有了，馬上就沒有了，對不對？然後有一些可能延期，有些就直接冇。第一個，第二個就是我在那個疫情最高峰的時候，就一開始第一波就確診。馬上確診，有啊，佢係嚟送東西本來，送翻本給食嘞，給送翻本來食。我們去年都痘痘哎，5月初的時間就莫名其妙就確診了，而且我主持那時候唯一上半年的應該是前3個月的一場記者會，我就中啊，中後邊就冇哎，然後後來我就發現我身體有狀況，有陰影啊，我想說我還是要運動啊，我要讓我狀況好一點，我就舉重，我的槓片壓到我的手，我1個月我的手都是麻的，後來就好了。然後那時候我還有神槍那個補助嘛，就是什麼，就是那個什麼慰問金什麼的。哦，那可以補助啊？可以啊，我有申請一下。哎，結果啊，錢一下來啊，哎。我電視就壞掉，我們什麼這個壞那個壞，電器也壞，什麼壞，什麼都壞。就放新的東西，結果申請下來的錢就完全就付了電器，真點後的有個錢，然後我就想說怎麼辦呢？哎，好不容易哦，最近好像有點感情哦，哎呦，桃花開了，桃花開了，我也覺得很棒啊，哎，沒想到就本來前幾次見面都還好，它就消失了，然後隔了大概3個月之後，我們碰到了，我說：哎，我們怎麼都不聯絡？他說：哦，沒有啊，因為他朋友介紹。我說：哦，那個你朋友說我不會喜歡他，可是我的朋友跟我說他不會喜歡我。
啊，结果是你朋友喜欢，就在中间，他在中间做梗就对了，哎，然后就是你那个朋友喜欢他，我不知道，后来都不知道，后来我就。后来把我们就想讲，算了，我想起谢老师说的话，把一切无常当作正常。哦，他扮演来知道就当后可能勾起就孙赌斗可能我帮助过别人，或者是我给别人一点点温暖，有福报了。今年就有新的嘛，有一只新的华语的歌手跟我合作一个全新的华客单曲。哦，对，要发行了，已经这个礼拜要发行。然后年底的合集也做了。然后到时候跟大家分享。然后还有成人展回来了。还有动到，譬如讲还有后半年有动到高兴的合作。各位公关公司啊，也还讲懂得的厂商啊，发通转了嘞，发通转，他们就回来找我说赵伟公，其实我们还是觉得你很棒，就这2年不见面，我们还是觉得我们绕了一圈，还是会觉得你最好。对，就讲上半年有懂得工作黑人呢。可能绕了一圈，以为没有了，对，可是后来又回来，又转了。有实力的人根本不用，不敢，我还是回路转又转了。可是心情当不出样，不会松松哈哈。不说讲，我就有准备一家东西。你们有招财，遭遇好运的。因为我知道我身边闺女这一档的，这是我的粉丝，他在做水晶。他说这个叫做绿松石，一定要叫我戴左手，因为左进右出，因为防小人。对，然后这边呢就是金钥匙，然后招财。然后呢，星宇同学也对我很好，一共还懂得小人，他就给我尖尖的要刺小人，这个叫做黑钥匙。黑钥匙。然后这个透石膏我有送给2位过，就是因为我那时候睡眠不好，真的对，把我们又出笼啊，送演员呢，把我们又出来呢手链。真的呀。对，我就开始睡觉。这叫做透石膏。透石膏，对，它可以净化，然后再加上这个，这叫秘鲁圣木。如果说我发现我的气场不太对，像我7月的时候，我一直觉得我运势不好，然后我就点它，然后熏一下，这味道非常香然后可以镇定我的神经。其实手摸，因为现在不能，它好奇特的味道。对，然后它也可以净化我的。有点肚子饿，真的。有些有奶油，那个金牛角。金牛角，其实你名出有米头可以，大家可以摸，大家可以摸吧。对，叫秘鲁圣木。我们都摸了，你才问。摸，然后再摸脸。我后来就发现说，秘鲁圣木可以净化我的空间，然后净化我这些可能磁场在外面吸到不好的磁场。那我们就来问老师一下，掐情商，你这些东西有没有帮助到你？好不好？来。其实我觉得这些都有帮助。确实，其实我觉得哲伟不应该只有现在这样子，他应该还会有更好的成绩上。真的，我一直觉得他今年突破很好后的意思啦。不可多得人，你要大价给满题，真的啊。你刚好哲伟兄命哈，其实你都没看到顺风的几。这边是这个表示你先有天时地利先拥有天时地利，然后外格那个地方16是你的人和，所以其实天时地利人和都有。不过比较稍微可惜一点，就是总笔画35。35刚才前面35我说很好，对不对？像相夫教子之格。对，这个部分来说，对谁会懂好？谁来还讲用来是。很可惜啦，他可以，我刚才讲你会有更好的成绩，那只是这个的话会保守，就会变成他有点保守下来了。那他其实基本上来说的话他天格是木没有错中间人格是水，它稍微有点可以，这个叫水上的木头。水上木头就会比较有点漂浮，对，有点漂浮。然后再来的话呢，就是20画，20画它不好意思，20画会影响到婚姻感情，因为我刚才不是讲19画。90、19、20嘛，会有一些影响。这个地方会有一些影响稍微注意一下其他方面最后一个就是尾字那个密字旁，它是绳子。原本你讲黑是活泼野性的，它不太可能让你关起来，让你绑起来。对，那你这个可惜就是我刚才提到，你有更好的发挥，它可惜是被拴住绑起来了。要不然你会更好。那其实这些东西，我觉得对你都有帮助
然后你选的颜色，然后佩戴的这个啊，还有刚才我可能去年有提到一些部分，我觉得你也有注意到。我觉得因为上半年度里头你遇到的是叫做年冲、月冲。都在上半年，对，下半年之后农历7月过后开始慢慢好转，但是在农历的10月份的时候会比较辛苦一点点，所以其实没有关系，你只要维持我们提到的，让你稍微再注意一下会更好。相对的，如果你观众朋友，如果你希望你的事业方面更好的时候，我刚才提到有个重点就是居家。中央的这个文昌，尤其对于有这个音乐才华、有各种才华能力的人，你一定要把你的文昌顾好，因为只有头脑判断分析清楚，我甚至遇到问题的时候，我可以瞬间找到那个盲点，突破它，你才有机会能够看到更好的成绩。这一点注意一下会更好。好，谢谢老师，谢谢。这首歌什么都很好啊。是啊，你想听苏恒老师吗？也蛮想知道。是的，好，苏恒老师还是老师没准备，有什么建议吗？哲伟老师。对于哲伟老师来说啊，我刚刚第一次可以听到客家歌这么温柔，真的哦。对我刚刚真的听得很入迷。我有发现老师很认真在听，他本来在整理东西，后来对就抬头了。客家歌太温柔了。本来不屑听，不会的，欣赏度音准真的，他前面会先整理一下，老师你们抽屉有牌子，请给分，请给分。好，那在这边的话，因为哲伟啊，他刚好2022年是他这个大限的最后一年，也就是说他2023之后他会走到一个新的癸亥大限，所以通常在大限和大限交接之间，我们人会觉得特别的，因为太多星星进来了，你就会觉得特别多的事情在烦恼你，或者是特别多的事情要你下决定。所以呢，我是比较希望说，走到2023年之后，你对自己呢要更有信心，还有你要懂得断舍离。好，你还没吃到清准，鸡皮疙瘩是不是？来，真的。对，是怎样？什么东西你想要断舍离？对，就是2023年要懂得断舍离，然后断掉一些多余的、不必要的，那你的人生才能够更健康、更开心的往前走。真的，对，你加油！谢谢老师，不要让自己太累。好，个性就不一定说逢人就是人家叫你干嘛就干嘛。真的要试着习惯说不。要学习做被人讨厌的勇气，要有被人讨厌的勇气。而且刚刚阿吉拉在学校，谁在问？工作太多的时候就给我们没有关系。对啊，你把芝麻粒撒。没错，勇敢说给我们断舍离。对，谢谢大家，真的谢谢大家。我在这边真的谢谢大家照顾，真的谢谢，好不好？对啊，我相信你啊，一定很棒的。谢谢啦。对啊，我们怎么这样子？你要哭了是不是？先得金钟奖了，这样讲一下感言。没有，请大家支持我的全新单曲哦。谢谢啊，一定要。现在是狗口很多音的。音的就是我就是华语歌，你们有看过 Netflix 吗？就是印着等的意思。没有音的就是认得你吗？音的金达，这是我第一次用我自己的视角跟我自己对话。这是华语跟客语，跟一个新的音乐人合作，就是华语跟客语同时唱。然后希望大家会喜欢。好，一定会喜欢的。同时哦，譬如说彼此抢话这样。没有，所以我们在制作上面花了很大的功夫。譬如说我有前从客家沟通时间，给的会不会类似翻译我客家话讲的话？然后我们在客语跟华语的词还有音上面做了很大的挑战。然后那个我们 DJ 有听过啊，DJ 有首播过了是不是？播过了，很不像哲伟老师的歌，很不像我平常会唱的歌，但是非常好听。启蒙太嘎我喜欢。OK， 大家都支持了，好不好？多支持，谢谢，怎么在明星上？好了，最后我们请苏恒老师帮我们测验，做一个测验。好，那么在这边呢，请大家拿出我们的好运气来做一下这个测验哦。就是说，在新的一年呢，哪一部分的运势很旺畅，但是哪一部分运势要特别注意哦。好，假设啊，你现在有灯笼，你想要买灯笼装饰你家的大门口，请问这里有1、2、3、4种灯笼，你最想选哪一个挂在你家的大门口来装饰它呢？然后这上面有一个符，这上面有流马财，这上面是粉色的，然后这边是白色带金。你觉得在你家大门口，你最想挂哪一个灯笼啊？感觉财源广进、福气满满呢？真的。Don't you for he 哦。想选1又想选2。你
可以同时。真的。对，我们人生直接，人生要直接，直觉。好，你不要偷看西语哦。好，西语，哎呦又一样，哎呦讨厌，糟了啦，糟了。两拜有矮哦。哎呦又一样，可以哈，怎么这么有默契？好，那我们好，我们先来开3号只有一个人，3号只有一个，好，没关系，我们先来开1号。我想先来开1号，就是呢，顺着开了，福气。好，来，我们来顺着开。第一个呢，这个发达的指数。哎呀，很不错哦，发达指数有80分，恭喜你！但是在这个运气上面，第一个要注意工作超量哦，所以你要仔细的，谢老师也要注意工作超量，对，所以在时间上面要好好的分配，该吃饭的时候吃饭，该睡觉的时候睡觉，不要太累了，对，所以像谢老师就不要太累了，老师一定很忙，时间管理大师，对，希望大家都要是时间管理大师，但是是正常的时间管理大师哈。好，来第二个呢，我们来看选4号的，选4号的，我们来看金娜。好，在这边呢，如果你选的是4号的话，要发达指数是70分，还不错啊，不错的啦。但是呢，在这边的话，我们要说70分，它有一个很需要注意的，就是身体健康，因为你太忙了，有的时候你会觉得，我想把事情先做了再说，然后饭待会吃，药待会吃，什么事情待会吃。好，那如果是其他人有对到的话，第一个呢，你就要注意自己的身体健康，所以身体健康在2023年是你最需要担心的，所以相对来说，财运不用担心，感情不用担心，最要担心的是你的身体哦。那种要注意哈。对，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如果是选3号的，3号，我就故意要把2号放在后面。好的，3号一批听听。对，好，来3号，如果你选的是粉红色的灯的话，对，发达指数呢90分，而且最棒的是左右逢源，感情顺利。那我想，对于开这个店的人来说，最需要就是左右逢源，大家都要到你的店里去消费。对，你只要记得准备小菜。对，要记得准备小菜，要招待一下哈。记得我们下次去的时候也要招待一下。对，好，还有主餐。对，没错。那如果说你现在是单身的人，或者是现在很希望有一个好伴侣，那么当然呢，在这个新的1年呢，你就会有很好的桃花机会哦。好，那选2号的，好，选2号的，我们胃口掉到最后，但是最幸运的 Hold 住丁 on day 在这里啦，100分，还好，哦耶，欢呼掌声！跨年了，好，这个就是财运哦。那么呢，财运畅旺真的是吃饭喝水都不对，赚钱就像吃饭喝水一样简单，这太开心了。但是只有一个要注意，就是钱太多了要小心投资哦。不要觉得我有满满的现金啊，我要放在哪里？对，就是呢，最好是放在你信任的地方，譬如说房地产等等，或者像罗哥就放在老婆那里是最好的，对不对？所以我不敢对我老婆怎样，真的不然你会一无所有。对，所以呢，在这新的1年呢，希望大家都要财源广进，一切顺利。真的今天很开心哦，对，谢谢孙老师。款来贵西呗，没因个得到很多的这个建议，的开运的方式，希望真的他个23年做的好运连连来，黑毛，不管你嘛该好运都来。对，没有多加授予观众朋友曙光，没有谢谢啊。什么家点点欣赏，孙老师谢谢。我就不管你信什么宗教了，反正就是虔诚的去信他，然后信一定会后见，好不好？相信他就会见到。是罗哥今天真是金句连发真的吗？厉害厉害！谢谢什么8位朋友，大家要自己记得自己的好运撇步哈。希望我们大家共好，好不好？好，共好啊！明年来验证一下。对，好，明年再请2位老师来帮我们什么评商加持一下。对，解答疑惑一下。看睇也2禮拜嘅節目內容，相信大家一聽都學習到懂到，嚟祝福大家新年快樂！啲生活各方面都做得平安順遂，好運旺旺來哦！稍後嚟先休息一下，向下嚟欣賞精彩嘅鬧熱音樂會。欣賞唔哎呀，音樂會按叫人用按牙張嚟衝。哈，因為
上看迄唔去做在较济，就会做。结果无成功，结果你上太多了呀。闹嘢迎我飛，係今日來到貼片裏邊啊，應該說係客家嘅朴師種嘅朴師啊。哎呦，係啊，朴師係啊，俺家就係磨朴假朴，佢係真朴，真朴哈，還有正拍反拍這樣。而且佢係依家嘅年紀啊，佢未來咩啊客家嘅國寶級嘅人物。誒，聽錯哦，而家行得國寶嘅路風啊，唔單唱喺你鬧嘢道理，都可以平生欣賞哦。佢在推廣喺你客家嘅文化哦，也係一次第兩條路當空哦，一次在精進自己。不遺餘力，不遺餘力哦，還精進自己。好，這樣等下我當你幫我那裡哈，現在堂給唱一條後堂嘅歌曲，來，歡迎錄音欣賞。來。哎呦，罗哥好，私欣賞你，哎呀，尹莫非按叫人用按加下張來衝，
哈，因为上看迄唔迄做的较少，真袂做。结果冇成功。结果上太多了呀。冇啦。你要等车，我们都要等到那多年呢？系啊，几多年呢？过后较强。哎呀，你唔是上啊就好嘞啦，唔怕。冇啦，就是想讲合冇喊呐，系啊，就会做功课啊，教学生，还会读书，系啊，家庭啊。基本也基非先用本配音。系啊系啊。反正佢哋节目随时都看得到嘛。系啊，我哋展现佢嘅故意要了解佢嘅吧。冇错啊，总有一天等到你啊。终于等到你啊！冇啦，我想人外方面也未系啦，就想讲，反正老嘢咪加入机会啊，系讲入喊下多嘅机会，喊下多嘅演唱，喺想讲本喊下多嘅演对咧客家歌曲，入咧学习嘅热忱，佢哋入舞台，咁样佢哋就愿意继续唱。根本你读多年，读多年，对啊，也饭店中嘅事件，咁就做得好好，介绍唔切噶。介绍人自家嘅歌嘅啊，做得嘛，很艰苦啊，做得啦，对啦，有啊，亮啥？青音真挺冲呢，对啊，系啊，跟着唱我们都会唱，系啊，按停下来，你自家就下一季来冲看啊，就冇办法。散过去安散起，有新疆带的冇空用。这个甜甜老师唱，俺不会唱，但是那个不用俺去搞唱的吧，就冇办法，奇怪了，对啊，所以很安做的冇爱力。东演啊，一定要有你们，没有你们真的客家这个传统歌曲发展不下去，正经啊，冇办法发展。一推吼传承一推，其实新一推来讲，新一推嘅，目前方面看过去啊，加一种新一推对俺的客家传统三大调的歌曲，也就传统的歌曲，按了解应该只有你的吧？录音欣赏。冇啦，其实未动音啦，不过可能。因为接那麦克风嘛吼，咁讲，所以其实他系动音啲，所以讲冇。以那种后生下一胎、天一胎来讲，应该冇唱咁厉害吧？我上人当系当感情我自家嘅，也系歌唱啦，因为要安样应该歌唱，常入。自家入基本嘅基礎嘅概念，所以啲人運動到，咁個可能講起來後，還有你係分析啊，還清楚嘅，我想可能我要做到功課啦，因為人家讀嘅博士班嘛，應該咩老客家有關係啊，對啊，對啊，因為想我依靠那客家類別嘅博士班，就想講，因為才主持3個從來鬧連連嘅時節，特別吼3個我講動到你係入關3個嘅知識啦，吼，然後係故事，和張想講，其實原來自家了解嘅吼，冇像讀書嘅時節按到，真正用到嘅時節，講嘅時節才發現到，其實動到答案嚟真正係真緊嘅，上次自家維持到，習慣冇動。冇聽貼吧，就是係啊哈，所以就想講有機會係。對啊，要講真的哦，每一位先生所了解嘅長度冇重要嘛，對嘛哈，對啊，所以你有嘗試佢講出來，人家會想講出來，人家會想講出來，我冇重要，所以你才會想說要去找到更正確的答案，對，就是才會去更精進嗰種。比如講，我談到民間嘅講法，還有讀書嘅些上愛寫論文嘅時間，5本書有3種講法，還我就想講係講從做眼講啊，從我做眼講嘅些咪要讀過係學校嘅先生，還佢提出了個問題，我就咪會錯講，原來我讀嘅老幾讀嘅強調講有冇強用？係，他既然我在台上講，我就要對台下的負責，對啊，我就會錯講咗。原來我很有人會將講法我冇聽過。對，因為這個好多個版本，每一個老師他所學不一樣啊，對啊，那到底哪一個張會準呢？就是想辦法啦，所以我想講去讀書，需要去填掉啊，因為有資料會讀，因為平常心養蟲吼，講下冇就冇嚟算嘅，反正過了就唔怕。咁過後我就想講，係講有機會去讀書就你就要有目標，就會
督促自己要认真，就唔得熬堂堂就算了，唔记得嘿，像係溜掉东西本大家认识对啊，啦。就像比如说客家人的由来，为什么有客家人？其实好像自古传下来，至少都有3个版本以上。对嘛？但是到底哪一个是真的也不知道。不过又咪係圖書場地，又種講法啦吼。客家人其實很最早些唔係按到客家人，到漢人。我客人呢？冇家。因為行人冇假，行人哦，就漂流，慢來去就錯咧，現在都做客人嘅，所以就有談過兩種講法。有條書最早去寫一些行人那些冇人自己係客家人，喺東道線上做研究啊，做功課，可能幾十年前嘅書講的，哦，原來係咁樣，所以就。十個做學生嘅心情角度係冇強嘅。做學生，厲害，要去教學，要按到班，要來你錄影，係冇唱歌表演，很多都去吐書，還要吐聲音咧，係因為按唔會，係咪是酒有上是按不呀？好像是酒，交際應酬，因為係關公好當，因為係要喊後吐書，是年輕厲害，挺辛苦的。去吐書面試要嘛個有冇？哦，考試啊，考試口試要面試。書面審查入資給的時間就走在跟考試老師，考試。那也會問一些相關性的問題沒有？因為我讀嘅佢本來嘅你係學人啊，佢最主要係教嘅按照社會，它叫客家語文社會。那所以我該當時做功課一些，其實雖然冇用書寫啦，不過做功課一些咪有一啲啲。認真做功課，做唔得講辛苦，因為考試大家準備咪都辛苦，係有一定認真。資料圖，我就從個聽聽啊，我了解嘅就係3個。不過也係讀書嘅過程，佢考試嘅時間，香港我兩下都啲嘅讀嘛，嗬。喺佢嘅兩課程當中，有客家社會、客家文化、客家經濟、客家政治發展。唔單止係3個，客家嘅地方文化發展，從了到客家政治發展，政治發展，客家政治發展，將客家嘅客家運動啊，還我母語啊，嗬，了到就係有影響到安利沙哈來文化嘅推動啊，係從了到就撈政治，你講撈政治沒有關係，撈社會沒有關係，香港到經濟，比如講安利弄到社會推動茶嚇米，嚇當到安利來弄產品，茶經歲月，對，後擺客家應用版生發咧，喺客家應用嘅，怎麼樣的演變啊？傳統嘅生發模式，它兩下推動到文化當個經濟，從了到愛傳唔啲，所以考試之前係門洞到欣賞，香港門洞到做生理嘅啊，然後讀啲嘅。讀你係政治嘅同學、學長、學姐，真的要很認真，還有很多面向去準備，好有心呢。因為從愛考試有些線上就問愛，咁因為呢個客家3個，好當然撈文化有關係，不過在社會發展、香港經濟嘅發展，按樣應該前提之下，因為3個撈佢有埋關係。哦，從了到一定要知道，係啊，但是之前你就係先啲客家嘅、客家社會用辦法在，3個人做得撈佢強下。跟你出多都係叫嘅。嚇，張了後，人頭啊，熱學期。咩？出多都了客家歌。出哦，32年咧。有32年。8歲就有咧。8歲就觀眾。跟你聽懂多作品對嗎？有啲唔見睇咧，因為家下卡帶，很容易假就假，容易愛就假嘅，都會馬上拿起嚟的。哇，好可惜哦，真的。不過我就要擺去做品線哦，容易拿我寫嘅卡夾重新過嘅，會不會我簽名？哎呦，對，我想我好想跟他要哦，你可以賣給我，自家冇留咧。對啊，你有保留的順豐嘅一點點。留樣帶吧，哎，對對對，留樣帶現在也是，嘿，可以輕易說出來的，也是有點年紀了。卡帶，你看，哎，30幾年了，所以他有卡帶。該還有按到羅小雲啊，羅小雲哦，羅小雲的羅小雲啊。以前中廣有一個主持人叫羅小雲，哇，你還係機身呢，打狗有片。這也是機身，哦，這兩便宜啊，兩係哦有啦，哦兩奶。
5年生。哎呦，好可爱哟！咱俩种俩姓三重，用青兔子，很种的咯。俩种。哇，你看小时候长这么漂亮，对啊。现在也很漂亮啊。小时候比较。现在有熟女的韵味。谁丑唔係丑。哦，对，小时候真的很漂亮。哎呦，对，俩係愛起價報名才差不多7年前出唱片，俩係愛提入微信上愛阿婆。哎呦，你阿婆？親阿婆。今年200歲。哎呦，他們唱3個。真的啊！哇，關於有幾比像母親節啊，嘛開始帶起來哈。哦，對啊。樣多。就出這一張專輯很精緻呢，做得還蠻有質感的，有花錢哦。你去給他出的，你去給他發行的哦。哇，呀，詩涵青苔呢，這友善老人家，很適合我們老人家，看得就很清楚，不用這樣拿很遠看。就幾條歌。哎呀，今後哎，這個你還買得到嗎？打廣告。你還買得到？我有一張，我記得他有送我一張。有。對。卡帶。這個都好了紀念價值呢。這件感通啊，條版要買青島綠樣帶呢。係啊，家下就係啊，家下不卡用印下落嗌把嗌破啊，就金表本人看。哦，你下冇好表。天天都會唱歌。做的，因為你是他們的驕傲。真的。對呀。好，今天好像跟台灣冇帶來冇通用嘅歌型嚇。係，我想講因為當然夠繞辦啊，韓國聊到 ND 嚟總得講老人家就好從散個嘅嗬，大部分大家就差唔多。喺我想講係講做得協讓慳下多冇強容嘅人來去欣賞佢哋嗬，就係改變一下可能冇強容嘅拍照形式，係唔係做得本來唔認識散個嘅人，咪做得本記性睇，係慢慢對呢啲歌曲要接觸到，對傳統嘅歌用較新嘅編曲嘅方式，老調新編呐，新編，哦，乜嘢歌都老調新編。杜馬跳，好來，彈快啦，好。天
漂亮的变奏都这么有气质哦。小 Ken 老师有放感情编曲，对，有。啊，哦，欣赏在编 Q 跳，你只是弹出来。好，那我收回我的赞美哈。小康老师有用感情在弹奏哦，对，没有，小 Ken 老师有帮我更润饰更好，因为我只有给他 demo。真的啊？对，金后堂呢 ？demo 他还把谱写下来，对啊，所以我很方便。他有用心作谱。小康老师最怕就是这种，你就直接拿谱来给我就好了。对啊，黑毛。对啊，还要我视谱，我写总谱，你知道？我多忙，你知不知道？谢谢老师辛苦辛苦。你干嘛？你干嘛要改编这首歌？麻烦老师，不是？欣赏咩 video 而且他加文化传承，你要尽一份力，有冇？你要想改编2條歌誒，好糖誒。佢家要講啦，我本香港當到朋友糖都冇共用啊。冇共用，我喜歡。好糖。因為從小調歌曲啊，客家弄到小調歌曲係講感情，客家人講感情吼係講公開嘅重合，其實係當排泄嘅，唔會按出汁，好，比如講係擦染啊，兩個人從按出汁，所以我才公開嘅重合從小調歌曲啊，就想講改變幾條呢個小調歌曲，因為小調下多變化，所以我想講改變下從嚟用下輕柔的吼，還加一啲嚟填詞嘅樂器嘅音樂嘅形式。你個聲音啊，從來沒懂適合。好糖啊！對啊，佢有那會一種氣氛。然後一種氣氛，它更有空間感了。對，很屬土有下慢一些些的吼，所以談起來個感情啊，韓國什麼應該客家父母嘅拍攝嘅心情吼，可能係做得到佢詮釋到下冇強，更加柔情似水。除了改編這首歌，你還有改編什麼？其他歌我還有改編其他譬如講開擔歌啊，還有板山繞，有啲歌曲我想留佢大家好唱嘅，然後佢改變到，比如有啲係巴薩諾嘛，還有啲係從中南美洲嗰種有節奏嘅，係去看。安節目動到，他擺沒有搞安尼，有嘗試沒有改變嘅，有嗰種單元嘛。有啊。其實動到安傳統歌安尼改變起來，當好糖啊，其實本來就好糖，就我能開一種氣氛，能開一種迷思來。從因為我唔係只只從流行歌嘅，從開始動到流行歌嘅後生，已經都從啊會喊啊嗰種嗬，還從做係種搖滾樂嗬，然後還是要喊得很那該嗌出喊過，從從講嘅流行歌啊，就當唔怕，你就日本來改進先。改你來試看啊，從那個搖滾買酒啊，搖滾嘅哦，有人似㗎嘅氣氛啊，搖滾柔情啊，係啊，對不對？我們歌手身為藝人，之前唱有唱歌較搖滾的，唱功好方案記得，係啊，就很撒嬌的搖滾，滿挑苗毛嘞。你像我們我前陣子開演唱會，我上去也是弄了幾首那個啊搖滾歌 rap 的歌啊 ，rap 本來就做的啊，沒那麼簡單呢，只是就鼠來寶跟 rap 之間的差別而已。5年前像鼠來寶，像嗎？像，非常像。其實我只有改變嘅東西，唔係淨係後生人啊，從其實我有改變過平板和三個字，本來夠繞版嘅學生去唱，從爵士樂，就重新。係完全冇用 Big Band，就是全部銅管樂器。哎呦，一定要從起來就演出的時間 Big Band 哦，你花很多錢哦，管樂很貴。梗係因為近前 Andy 就微信上按到梁焕波老師，喺激動到作品啊，喺街當時我就留佢強下規劃去唱音樂會，喺佢就講講因為佢嘅音樂做好咧，就係傳統講佢講。用書本來去做，用唔怕一種你想來做嘅，很該東西。那你請那些樂隊老師來，也要花一些費用啊。當然，該東西係辦音樂會，所以要付出。然後這條音樂費同個音樂溜起來。後製再調一下。沒有後製，我們是直接現場辦音樂會，辦音樂會，辦音樂會，所以是現場大樂隊。
哎呦赞哎！所以该当时拄好日来记费就顺沙从两条山沟，结果该到学生啊，其实平均他们说他们叫那个千岁合唱团，结果从你那边到清后堂哦，东宋拜哦，所以老太我团啊，系啊，记到个啊吼，鬼是啥嘢？喷下伊吼，我33上摸机台，动等一下啦。所以摇滚不是年轻人的专利，系啊，当然就舞台本记了就就会搞起来。哦，人家要做到有摇滚的精神。对啊，你像那个 pop， 前一阵子也有一个 pop， 哎，有一个70几岁的这个阿姨去那边呢，每天哦，对啊，所以去那里也不一定是年轻人的专利，大家也觉得他很突兀，一个70几岁在那个舞池当中那边，这样很棒哎。对啊，用清华用书给自己一番一个事情，不用在意别人的眼光啊，黑毛。对，哎呦，清后堂。今天好像有邀请到一位哈，有一位小王。不是小帅哥，是小胡，他是小胡，不是小胡，小胡老师，小胡老师，今天要跟他合唱乜嘅歌誒？那佢合唱要跳門步，春啊你啊樹啊，是八毛，門步，牆門，升啊升，有幾多啊？來彈看啊！紅了做什麼啊？看你那个鬼冲国的表情那种感觉，我以为唐川在世。有些冲的表情十足。对啊。站門裏先那聲，先生我的歌。叫我做什麼？家門裏先那些路途有幾多？3800里哦。先生啊，勇子啊，風啊溜，松啊溜，呀呀吹，哦做鬼，風流做什麼啦？做什麼？家門裏先那些有乜嘅好什麼？竹筍薄扶橋，先生啊，勇子啊，風啊溜，松啊溜，呀呀吹，哦做鬼，紅了做什麼啦？做什麼？家門裏先那些有點好羨慕，一點兩三件哦。先生啊，勇子啊，風啊溜，松啊溜，呀呀吹，哦做鬼，風流做什麼啦？做什麼？家門裏先那聲，兄弟有幾多？49點可。先生啊，勇子啊，風啊溜，松啊溜，呀呀吹，哦做鬼，風流做什麼？哎呀，胡先生哦，小胡好，对，
第一次见了，第一次见面。我刚刚看你那个鬼爷冲国的表情，那种感觉，我以为唐川在世。有些种的表情是就对啊，没给他表情，有冲过嗓音的表现，很有戏。唐川老师你知道吧？我看过，你知道，你看过哈？对，你可以朝他的方向走。做表演给部分啊，客家脱口秀现在好像目前比较看某年。不过线上基本都无限呢，其实无限哈。你们是什么原因会牵连在一起，连结在一起？其实小胡老师今年是郑校长的后生啊，哎呦，算是我的小学弟，失敬。本身客家人吗？係客家人，哪邊客？新豐嘅。新豐，那你三沙讀新豐？新豐嘅，新豐嘅。跟用講開了。新豐本來就講開了啊。新豐講開了。係啊。跟用我講西嘅。我不搞就講西嘅咯。不奇怪。我爸帶咧新豐嘅邊。係啊。哦，所以因為在新豐嚟熟悉嘅嚇。唔係，其實我老小胡老師說是差不多15年。你客家係去過夜的。這樣公開。我啦，你係出軌啦。我剛剛講的連結嘛。哎呀，人與人的連結又來了，是不是？飛機上的連結。出國更好連結。沒有，要不用的窮豪。窮豪，哇，這有點 heavy 了。三人同行，玩那麼大。出國表演。其實兩下1000個關係，你當年都出國哈，你當年差不多。貴團343，去表演，你去過東多國家咧。我們10年來，你去過美國、韓國、中南美洲、巴西、阿根廷，還有澳洲、印尼。客家人堂嗎？沒有外國人。沒有外國人。沒有。根本不知中國誒。中國主持，小胡老師中國做戲。佢係台灣戲劇學院嘅先生。現在是目前台灣戲曲學院的老師。搞客家戲。搞客家戲嘅先生。哎呀，真的呀！你看我們還在這邊不敬，還叫人家小胡。不過哈，佢係其實擺魔法重重，所以佢有啲敬重。係哦，好像唔會啊，人家面部嘅表情今後很好，十足，你真的回去看播出的時候，很讚。唔會啊。因為那有雙舞台時間，就有可能會做角色嘛。做劇嘅。我係做阿楚，老羅神。羅神阿楚，難怪家看中國。有嗰種感覺，有。係個表情。佢東都台場面都看過啦，佢今日係啊，像是像男主角啊，係在國家戲劇院啊，係啊，佢嘅演出經驗非常非常豐富。對。最高殿堂。真的啊，有的人就是他沒有化妝，他就是平常啊。哎呀，是私底下一個。有你衝過沒有彈吉他，沒有安全感。對，沒有安全感。就像我現在唱歌沒有戴耳麥、耳機。你要說唱歌沒有戴口罩不行。唱歌沒有戴耳機，我不太會唱歌了，變成一個習慣了。正經會。這個。所以佢提版魔法中唱歌。哎呦，就顯不你腦捏大擂腿的哈。處女秀。處女秀。對啊，老師其實演出的經驗也很多了，挺豐富哈。有冇個看比較難忘的經驗？很難忘經驗哦，就最近啊，也愛到去嘉義演出。上禮拜唔係有大地震，918大地震，係嘛？做到一半，吹全部吹，就出去棚外安尼曬太陽，等個8點鐘張演了。真緊哦，給你個體統夾拜呢，係哦。對啊，你看那一天那個誰，哪個歌手在高雄開演唱會也是一樣。Hebe，對，也是碰到地震，然後取消2場。係啊，佢之前上一個禮拜唱嘅嗓音模糊，所以他天災人禍都來了。不過佢體統讓出嚟先，因為該道具韓國又燈啊，又買全部啲嘅藥，動定物件。韓國從演員佢哋做魔法圖先啫，觀眾就係先啫。佢係繼續做，啲唔都喊講暫停，佢哋就做得聽。所以推檔係繼續做。你就走出去就做得一身衫褲樣，出去曬太陽。還好不是晚上。明朝來的。晚上穿那個。
晚上穿那个出去就很恐怖了。比如果穿着古装，然后骑着摩托车去买槟榔，更可怕。哎呦，你看10几年来的经验，应该有很多的一些有胸片做的分享，哇，有嘞。也是做路线的，青春旅动兵嗰種感覺，也係曲面，也係滿布，補尿，也做滿布，也係做爛彈魚嘅做嘅牙醋。但係應該凍球嘞吧？該9年前呀。他還安切誒，5年前。唔做得講披薩嗎？那款登機係沒聲音的啦，就是還是那個要翻要滾啊，一直到現在大角色哎，真的哦，你看着他長大了，看着他結婚，接下來撒哈羅的用聲音，結婚聲，真的。對啊，哎呦，啊，先生做得來，你示範一下麼？既然來了練家子，對，就帶了一個曲嘅板，曲嘅板係咪？鼠來寶，就是你的 rap， 曲嘅板啊，那鼠來寶，然後那曲嘅板，哎呦，就年輕人講的 rap 就是這樣。好，來，奉勸諸位少年郎，千萬莫言賭夠錯，閒言有錢搶白飯。天然跳到對面講，行路腳嘅3公斤，嚇死人嘅上陽毛，轉後老人打官司，起尿不起橋，公無善機法，屁孔就像天風上，咔咔推跳水槍排上，鴉片一下呢，轉來當醫生，賭夠一下數，回家家不尿。夜水2、3夜，嚇死太歲王，風起來不動愛，先下46，先做婦女後做茶，今日站為書房上，想起當年事，一下就為捶心肝來捶心肝。哎呦，欣賞妹妹你就進入那個周凱模式，前一秒還在那邊排聲呀，米珠。馬上進入他做戲的模式，而且在舞台上好像就是表情啊、動作都要太誇張。對啊，清酒哎。哦，你那演戲，如果你這麼誇張，導演說你幹嘛？哦，走戲出來，哎呀。對。走戲可能到啊。哎，你有沒有用這個鼠來寶那麼？扣個板。用現代的鼓來打開啦。現代鼓，現代的鼓來打扣個板哦。rap 的感覺。你是考老師吧？對。嘿，奉勸諸位少年郎，千萬莫言賭夠錯，閒言有錢搶白飯，天然跳到對面講，行路腳嘅3公斤，嚇死人嘅上陽光，轉後老人打官司，起尿不起橋，公無善機法，屁孔就像天風上，咔咔呸，後水槍排上，鴉片一下眼，轉來當醫生。賭夠一下數，回家家不尿，夜水2、3夜，嚇死太歲王，喝起來不動愛，先下46，先做婦女後做茶，今日站為書房上，想起當年事，一下就會捶心肝，捶心肝。哎呦！那天天擺口音安表，比羅哥很厲害哎！羅哥兩點一下，對，扁心也照拍。他聽起來還是有點像鼠來寶。那羅哥來一下。對啊，好像不錯。來。算了，我年紀還是一樣鼠來寶。唔會咧，還有啲，跟我哋買半錢，他還會跟拍，有前有後呢。對。係啊。變相是有彈嘅流行歌。哦，唔係喜歡 rap 就出嚟啦。你走的呢，其實我本來清啲來哦。你們以後也可以在舞台上不一定要靠，就是用這種啊。誒，沒錯的啦。哦。吃腳飯一隻接頭啊。風天師給個客家人啊。
对不对？就哇，来了嘛。那鼓手老师很棒哎，随时跟上罗哥，强。好了，哎呦，什么牛逼啊？嘿，对，也让我们多认识了一位老师。傅新章，嘿，我也多认识了他一次。对啊，哦，所以你们从来没有在舞台上合唱过？冇替拜了，那去做戏来主持。哎呦，你冇合唱过。第一次就给我们这个闹热了，真的，对啊，真的。他这个很有眼福，也很有耳福是啊，希望下一次有机会还可以邀请到胡老师来到你节目当中，好吗？按用了就做得了啦。哎呀，按用请不用来，没错的，哦，欢迎。哎，谢谢茵茵老师哈，今天把他的这个身世介绍给大家认识，是有多坎坷啊？从小都太个一只歌场啊，半个小时说真的没办法聊完多了，哎呀，改天有机会啊，再来上一次音乐会，跟中国本上堂再了解一下罗茵。做在送父亲上，做在送油腔演欣赏啊！哎呀，谢谢两位了哈，两位欣赏。对了，节目已经到尾声了，好，从各位朋友格格的报名来，打电话来69666676格格打电话。好，今天非常多谢所有观众朋友的收看，另外呢，也谢谢两位老师，谢谢。什么殷欣赏、胡欣赏、这些，张伟亮哈，什么小康老师还有我这边欣赏，辛苦嘞，丁木叶，还有鼓手老师棒棒，好，什么天朝工作人员辛苦嘞。哎呀，下礼拜忘记得了，你听了陈子是过来的，龙年大运动。